猪肉羹啊吼，钱甲水客是拢摕对。我今仔日一定要甲找到叫。哎呀！你是要死来哦？你是要看我伫咧找啥？无啦，说毋知吼，伫咧找恁阿爸的内衫裤要来洗啦。哦，我好像无穿内衫内裤的习惯呢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哪会拢毋知啊？啊，你来遮创啥？哦，我困起来要去便所啊，看门开啊，我来看嘛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免啰嗦啦，紧去困啦。哦。紧去困啦。物件毋知拢摕去对藏，厝内底冰透透，连甲一只狗遐都无。要死来了啦！你真好歹呢，你也敢入来到厝内底，你毋惊猪肉羹仔伫厝哦？安啦，我著看伊甲铁板顶咧啉酒，啉啊醉茫茫，钱咧？啊无啊。无，啊好水的钱也袂欠咧，你也毋是毋知，是甲我用爱免啊，你也准备哦。安怎？是要准备啥？准备当甲你收死哦？旧布啊啦！来一套。彩虹啊，咱遮久无见的亲戚啦，我足想你的呢。想你去死呢？想。啊！你这条狗男女，两个人就要吵架啊！一个人甲恁爸讨起兄吼，恁爸爱互你死，你来，你走，你先走，你叫我再走啦！该在下，你来吧，该走，啊，干嘛？我爹，你来走。我甲今晚，你猪肉羹哪会到啊？哪知影？彩虹甲咱是爱我的钱尔，顺手。阿爸，你无代志啦，阿爸，阿爸。你赶紧走，叫我叫阿爸，阿爸。我叫，顺手慢点，顺手，你拜托你照顾。阿爸，安尼，我才会放心啦。阿爸，顺手，一定，阿叫我啊！阿爸，我所有的钱，阿爸，拢留互顺手啊！阿爸，你看，暂时甲无关钱，阿爸，拜托你照顾者，阿爸，你无照顾者好啦，啊，拜托。阿爸，阿爸，阿我阁问你一遍，是谁从阿伯甲抬伤的？是我啦。顺昌，恁想无清楚呢？这是伤害罪，毋是着爱国奖quyền的。恁两个哪着三生要承认的？毋是啦，是我啦，是迄个人要拍阮阿爸，我帮阮阿爸。顺昌，你莫安尼黑白讲好。警察先生，是安尼啦。哦，这个囡仔吼，因为伊老爸突然间过身，伊因为悲伤过度，才会黑白讲。其实哦，是我举家刀，毋拄好去伤着迄个人啦，是我。毋是啦，是我啦。哎呀，顺昌，你哪咧翻哈？你还阁少年，你还阁有真好的前途，你莫安尼黑白讲话哦。警察先生，是我，真是我，你一定要相信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？警察先生，他们不会杀人的，我敢担保，他们不会杀人的。
因为无小心，举家倒去上着。阿盖，你来听铁班长的话，甲铁班长好好生活，吼。人即摆已经走去啊，阮会尽量抓伊归案。啊，人目前还咧昏迷，踮伫咧病院急救。等伊也清醒，阮会将代志调查清楚。警察先生撩我，莫撩我，叫妈妈撩我啦，收我啦。警察先生，你莫撩我阿母啦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啦。好了，哎，你们不要影响这个警察先生办事儿啊！你妈关也是暂时关起来，不要急，别急啊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一阵一阵，为坚定苦情啥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拢是我害着阿公妈妈的啦。即马讲有啥物路用？你来，进来，来食饭哦。进来啊。你啥来拢无爱食？你看，今仔日菜花阿姨有做你上较爱食的红烧鱼哦。哦，你看，一定足好食，来食看卖啊！啥囡仔哪拢安尼啦？拢唔食，我甲安那叫伊拢唔食。阿强啦，转来，我看咱大家拢瘦到敢若德公，迄阵我是要咱甲阿强啊交代啦。阮阿母爱跪偌久？阿姨嘛唔知影。我阿母伫咧迄边，敢有人做饭互伊食？你放心啦，老师，当然嘛是有啊。妈妈，你一定爱想办法叫阿叫妈妈啦，莫互比哦甲老师拢变孤儿啦。好啦，妈妈知影啦，妈妈一定甲迄个铁班长咧想办法啦。顺昌、老师、李玉啊、春田啊，伫咧阿叫妈妈入学的这段时间，菜花妈妈会来甲恁照顾，好？妈妈，你会使搬来甲阮斗阵大无？春田啊，你袂记哩？厝内底还有一个阿嬷咧呢。安尼少人做早饭互我食。你敢若会晓食啦？阿母即摆已經出代志啊！你要食袂晓家己煮哦。要毋过阿母煮的较好食。哎，然后你们都在这儿啊？来，裴班长，阿事情有没有进展？哎呀，那个阿木啊，到现在还没有清醒，所以呢，那阿菊暂时不能够交保啊。哎，阿昌，你不要难过，你爸爸的后事我来负责办啊，不要难过。谢谢铁伯伯。一直，阮阿爸常常拍我，常常骂我，我就气的。以后就无人会使拍我，会使骂我。你这讲的呢？无人甲你拍才好啊！我甘愿互伊拍，互伊骂，我怕伊离开我，我怕阮阿爸离开我啦，我怕做一个孤儿啦。强啊！我自细汉就是孤儿，我妈妈讲吼，才会去努力打拼，别人才袂看你袂起啦。是啦，顺昌兄，阮会陪你。歹势啦，目屎去切，无阿伯骂你哦。
妈，我一个怪孙来无动啊，阿嬷足思念你的啦。哎呦，你哪拢买来看阿嬷啦？哎呦，阿嬷足思念你。我知啊，这讲。啊，文仔，你来啊？哈，我懂。哇，稀罕呢！哇，你今仔日安尼规家口啊拢吵吵来阮兜哦，罕行吼。阿母，你坐。阿母，外人讲伊毋对啊，今仔叫我带伊来，一定爱看你，啊，无论安怎，敢要甲你回你实的。哎呦，一个风摇扭扭来甲一个去食饭回室礼，我哪会敢担当啦？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，人咧讲春酒不怕笑面人，较早是我毋对，你莫生气好无？哎呦，我哪会敢生气啦？我毋敢咯。我可袂讲吼，我有安尼真济档厝听我送互你，互你感心内感觉讲吼，我这老母吼偌疼你咧。阿母，你无伫的时阵吼，文才甲宝堂拢足思念你的呢。我今仔日是特别要来这要转去，我无放心你一个人倒在遮啦。你搬来阮遐住好无？你看，我搁特别带宝堂来这要转去呢。好啦，阿嬷。转来出大啦，你住因遮，我拢袂当逐工看着你啊。转来娶阿嬷，好无啦？哎呦，宝堂啊，阿嬷嘛足爱甲你住斗阵的。也毋过哦，我是惊转去了后吼去互嫌啦。等下你妈妈误会，迄个时阵我毋通搁搬倒转来遮住。你看，阿母互你遮甲遮尔受气。阿母。较早是我伤过分啦，你着莫阁为难我即个做新妇的好无？你知影？来，你看，我做一项真特别的物件哦，你来看卖，你就知。看。啥物件？这项啊，我这吼是用一粒一粒的珠啊吼，串起来吼，再搁甲染色的呢。我甲你讲啊，手拄出代志啊啦，我叫用来去关伫迄看守所内底呢。操，哪安尼？妈，阿妈要带去买甘蔗，你敢怎要去啊？妈，我要甲阿妈出去哦。哦，好，我早转来。不是无物件，来，阿妈带你出来，看你爱什么物件。来，妈，来哈，怎要去啦？哎呀，你要去啦，你去啦，我妈孙仔来咯。我嘛毋知有法度甲斗相共到什么地步。是，你做你讲，代志是安怎，我一定尽力。除了甲请一个较好的律师以外，嘛无啥物别路通好想啊。阿母若转来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咱家厝拍扫才清气。等阿母转来，毋知要等偌久。阿伯讲好，爱请律师，爱开真侪钱呢。咱想办法去趁钱，听叫阿姨请律师啊。袂用的啦，咱即摆咧投资，是要安怎趁钱？我才无爱偷咧。听人讲拍官司爱足侪钱的呢，咱想办法去趁钱嘛。我甲你讲哦，我下骹吼，还袂破像以前吼，足会表演的呢。每一场吼，阮趁足侪钱，足侪钱。你即马摆骹安怎表演？我想哦，我这跟我阿爸同款，会使去卖猪吧？袂用的啦，你连猪肉拢讲袂啊。我看哦，还是去找别人代志做好啊啦。我去卖花，袂用的啦，花吼真紧就会烂去。若无卖完会了钱呢。我这要安怎？要安怎救阿母啊？你莫着急啦，阮一定会想着办法，请叫阿姨请律师啦。你哦来，真的，
较拍拼，请叫阿姨，请上好的律师啦。袂用哩，我若食一支，就减趁一支的钱啊。半边过引起阮明日操烦一阵一阵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思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明日操烦一阵一阵。先生，太一竿无的啦。免了。进来，我咧赶时间啦。孙小燕，进来啦，人客咧赶时间。我来。心头唱过大云，茫茫渺过安稳，虽然有分开。你是晓擦啦，袂晓擦啦？啊，这白话甲擦到变落梅啊！先生，歹势啦，我毋是超工的啦，歹势啦。先生，伊毋是超工的啦，请你莫生气啦。袂用你啦，啊，佫赔上新梅啊啦！安尼我甲你的梅啊，摕去便所洗洗就好啊。啊，你甲我摕洗洗澹落，啊，你是要叫我安怎穿？我才甲你的梅啊泡干。拍好打，你敢会当叫火车停咧等我是无？要我做，赔我上新梅就无毋对啦。我无钱啊。无钱，叫我来判爽。先生，阮真正无钱啊。先生，我求你，阮真正无钱啦，我陪你啊。是啦，我无钱陪你啦，先生。好啦，算我歹运啦。先生，你还袂付我钱